咱继续关心总统大选，哪赢敢会整合，这是外界拢真关心的代志。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昨昏公布伊的竞选 logo， 另外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昨暗是去桃园中立的主会堂拜拜，伊表示伊会听民意，嘛找一个适合的时间宣布伊敢要参选。也啦，民进党甲民众党即马是针对力量的议题互相的对呛。1、2、3。大大指控指数强调指控指数是关键的一年，会决定国家命运战争或者是和平。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公布竞选 logo， 表示指控指数政党轮替，台湾各出发。我们都会团结所有的力量，努力的往前走，让做得不好的民进党下架。面对南亚整合侯友宜一个条件，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传出要找李家芬做副手，不过两人拢否认。郭台铭早暗时到桃园中立主会堂拜拜，伊讲家己无党无派，背后靠山就是民意，听完各地民众的心声，对适时宣布是不是要参选。听完所有的地方以后，大家民意以后，我会在适当时机给大家宣布。说我为什么要出来替大家服务？我能够替大家做什么？特别是继续为力量议题护唱，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话写，唔通将力量污名化。国台方面也马上回击。没有任何人要做污名化的动作，而是相关的产业本来就必须要遭受到监督，包含像是88枪的枪击案，还有台南正副议长的贿选案，当中都牵涉到了非常大的绿电的利益共生。那么这些东西都是必须被人民所检视的。民进党团批评国台能源政策配比无清楚，民进党回应一定会非常负责，将能源政策配比等相关资料呈现在个人面头前，也反问民进党2015年恢复加园是不是确定要行落去？记者综合报道。